啊吼。后面啊，大家较好啦，唔免就分两班啦。大家即讲应该是讲班啦吼，啊就做伙较好啦，啊读的，啊咱大家甲学习，但是互法拄则心灵，毋是互法咧讲讲叫咱听吼，是照着咱大家大家的时间精神，啊来鼓励互法来学习做大经，毋是咱咧学，嘛是互法咧学，听有吼？啊，所以咱最开始就咱大家对。第四篇评语本文开始，咱大家先来学习，读评论，好无？来。它是书写中文，先帝释，我出法门，以定非为本，大众勿迷言，定非别，定非不是义，定是非体，非是定用。定非之时，定在非；即定之时，非在定。若识出义，即是定非定学。诸学道人，无言先定法规，先非法定，个别作出见解，罕有理想，口说善理，心中不善。空有定非，定非不定。这是咱评论的这个一段吼。咱因为定非两字，既是咱大家咧学的，就毋是互法咧讲互咱听。啊，所以互法嘛，从咱大家做参考。所以互法从咱大家互动的时阵吼，啊，咱大家较大声，将咱的心得讲出来无要紧。道理无对甲毋对的哈，咱嘛想我讲出来，人对歹势。道理无对甲毋对的，合清讲清，合清讲清，道理拢一样哈。只是文字上、言语上、声论上无共尔，其实是咱个人家己心得的感受，所以无好甲歹，啊无对甲毋对，啊所以呢，第四品定非品，所谓之定非。咱各位真重大点，定甲非，在咱个人家己的感受上，为什么第四品要定非品？如果咱若看有一寡咱大家头一面拢有一本册吼，定非，可能咱大家拢有看，定非品所谓之是咧讲什么物件？你讲啥？定非两字咧讲什么物件？机关，机关。定非机关。咱大家互动一个偌简单，定非咧讲什么物件？讲完就听到啦，讲完就听到啦，讲上面咱定非。机关，机关。咱做叫做准备讲，互法讲互咱大家听，咧，等于无溜咧就出去啊，相信无？所以互法拢无爱互咱，无爱互法讲，拢爱叫大家讲才有印象，啊才会记的，才袂两日啊就袂记一了。毋通看人家抄笔记呢，迄笔记互法就少年抄到啦，迄笔记等于吼，拢咧有拖啊看尔，家己拢无咧看，足少。啊无若等于咧抄咧看，若一礼拜看一摆笔记人举手。你敢看拢无人举手？所以抄笔记的拢是拢有拖啊看尔，无要跟等于咧看。所以互法拢鼓励莫抄笔记。为啥咱莫抄笔记？用耳孔用心听，听了若有咱大家互动，咱大家就记个。无你笔记写拢有拖啊看尔，较无咧，有影无？所以互我人讲啦，等于咧看人举手都无啊，无人咧惊。互我少年嘛记了啦，迄是即摆食头袂记的，我做人记啊，所以即摆拢歹记啊。所以咱拄则定非在讲上定甲智慧，若以菩萨道内面六度万因法，上定智慧拢照顾，对不对？六度万行嘛，所以咱要行菩萨道，一定
定在伫禅定甲智慧当中，一定爱做一个深入。若无深入，伫咱修学道，咱修道甲学道无禅定，咱修无效果。如果咱无智慧，伫咱修道学道、行道办道过程当中，受到考验甲挫折，会轻易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安尼？所以六祖将离了定慧品，甲放做第四品内面，咱来知影，第一品良品就是咧讲六祖受法，得到五祖修法的过程，对不对？就是咧讲故事。第二品发这品，咱敢知影咧讲啥？发这品咧讲啥？大家有想过啊？智慧智无我发这不落灭道，所谓是发这是咧讲什么物件？了智慧了智慧智慧哈，智慧还无够。了地为心的是呀，智慧心就是了智发这内面咧讲智慧。啊，再来呢，第三品疑问品，为什么疑问品排伫第三品？咱逐个嘛有印象的吼，互学将作品内面简单做一个介绍，咱大家就有印象。那安尼后要看着禅定甲智慧，要看着足紧。第一条品讲六祖得法的过程，互咱知影讲六祖要得到修法，偌尔啊痛苦，偌尔啊艰苦。咱求道时阵有艰苦无？咱求道你着生活会艰苦袂？无无因保师搁去教咱咱考试，搁用车甲咱载，有影无？是若像五祖，若像六祖讲着爱行古外尾的路，咱要去无？有时啊讲真较现实的，讲若咧开班去到二号省，长着咧硬长咧，搁要行古外尾，行去到咱每日生活，后可能，我讲咧有影无？有啦吼，互遐咧讲，互遐若咧讲这吼，拢是甲咱烧头壳。我咧讲，我拢叫伊说零字啊！我讲吼，讲究这无咧烧头壳，讲究这若烧头壳，咱拢袂大汉。因听恁拢袂大汉，为虾米？因为听就帅啊，听就帅。所以第一品、二品，五祖的、六祖的五祖的想法，遐尔咱艰苦，咱今仔求道得到真理，袂艰苦。咱凭什么人福气？咱敢知？弥勒凭什么人的福气？咱敢知影？弥勒多书弥勒多书遐伊咧，弥勒多书遐伊咧，所以咱来像咱无看。弥勒多书第二品、发这品，修学道要有智慧，修学道若无智慧，考验哪来？挫折哪来？人讲因果与反传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咱足侪前贤道亲，无法求学道，无法度人为道场，成品无法度人为道场徛起，无法度人为道场进行，就是因为智慧无徛。为什么智慧无徛？智就是咧讲体，慧就是咧讲因，所以咱今仔日定慧品，定就是咧讲性，慧就是咧讲心。第三品疑问品，修学道有疑问无？疑问足侪。啊，我这个我着道理也听菜，也听行，也是道场也咧入班，也咧入。为什么我坐来到道场，代志遮济，咱想做袂平顺，咱想做侪代志，有感觉无？有疑问吼？为什么？我时间咧做，干咧功德做遮济，大人做遮济，为什么我做坎坷？将功德甲福德，把它搞混在一起。功德对功德，福德对福德，所做若就是福德，因果两字它离不了。所以第四品才讲定品，定咧讲咱的性，慧咧讲咱的心，所以定性慧心，也是咧讲体用的关系。第四品修学道，咱若毋知影体，咱无当知体达用，那安尼咱修学道，有时啊，人讲万修合业，毋知咧修啥。各位互我即个上简单的比喻，参咱大家做参考，倒伫对。周信各位倒伫倒？咱修道啊，修道、学道、行道、办道，请问倒伫倒？道在哪里？周信道在哪里？周信啊？周信道在哪里？那真理呢？
道伫心，道伫道，真理伫道。你若讲道伫新湾山咧，啊，若讲道伫较远长咧，道伫咱的身躯。所以咱要做实践留下真理，就是伫咧行道。那真理伫对，真理伫咱的心。咱若当依照良心本性去做着符合真理，有符合真理去实践出来，叫做行道，有合无？有合无？有。啊，若安尼，道敢会较去种出？道咱身躯拢有。啊，咱的求道啊，上帝我身躯有，请问无求道人身躯嘛有呢？但天外地富人嘛是，可能大家拢知，对无？无求道敢有本性？有。是毋是安尼？啊，若安尼，为什么要求道？有时间才讲啊，就想要了解咱个参考来，所以第一就是讲咱的心，第一就是要讲咱的心。修学道，若毋知影家己的本性，无法度人依照咱家己的本性，啊，若安尼，妄想啥呢？咱毋知咧修什么道，我毋知。咱讲这是白的，咱刚才家己的本性，有看到无？有没有见到自己的本性？见性。明心见性。这不讲的，是无法讲的。修学道爱了解家己的心，见着家己的本性。啊，若安尼咧修道会开我会。六祖就是因为伊有看着家己的心，了解家己的本性，所以伊去五祖遐开发。五祖问伊讲：你是人猿人甲条堪做粉吗？所以六祖去五祖，咱讲8年，咱来记一回。六祖高经你是上贵啊。六祖甲五祖讲迄8年，咱家己知，咱记一回，大家参考一下。非求作不求有。咱真诶，咱真修学道，咱有想要做好无？好。有无？有。敢爱啦？有想要做好无啦？有啦吼。咱真想要做好，啊嘛，佫爱求足侪疑问呢。有影无？有。咱真要做好，啊嘛，佫去求足侪生活之问。敢有影？有影。啊，后天有顾地传会使用这项，后天顾无地传修学道歹行。有影无？有影吼。是。但是若甲咱后天地传食饭免烦恼，要创啥个咱别人看到有甲要来修学道有机会无？有机会无？无一定有机会。我讲安尼听有无？对不对？互咱后天稳定食饭免烦恼啊，要创啥个无问题啊？只要来修烦恼有机会无？未必然。所以呢，毋知讲起咱在啥，性欢相修，先后并行，有影无？迄从少年做囡仔才到老，敢有影？有影。所以并非坚持，所以甲你讲到第四品定位，搁来做商品，修学道，为什么来讲来做？敢来做商？毋免，六祖伫做商，甲咱看掉。我理想为做，我理想为上，来不断规定，所以叫做上定。我理想为上，啊，来不断规定。第六品谦卑品，修学道爱谦卑毋免。咱过去若先考拢有一世人大谦卑班，每一年拢有一个火教班。其实火教毋是大一世人一办嘛，是一年甲一办。伤少，为什么会伤少？咱拢知。年假来火教，啊，过年来做反。一世人签伙帮着签了，啊，即摆咱搁还免要签伙啊？啊，无签伙袂使哦。那我上天不是要投资，啊，无签伙后壁咱白经济上去，免啊等于变老本个。所以其实嘛，有一个做好的方法，咱可能大家拢袂记得，嘛去甲讲不对。咱逐日就会使签伙，逐日就会使火教，逐日就会使签伙进前，咱毋知知吼？
现香，是啊，现香，贵图现边炸香，烧香，逐日都咧抢货，会知啊抢一排，边抢一排。贵图委托文抢文是抢货吗？贵图文唱不，啊，即摆互我讲安尼，若会使逐日咧抢货，贵图文身躯若心性若清净，什么叫做粉？嗯，代表遐一个迄个花的吼，两日拢来互我一摆。伊今仔日阿哥啊，向我互我买来车顶讲，伊看到一块资料讲啥讲，哦，原来吼，西方叫世界就是安尼哦，西方叫世界是安怎我毋知呢？伊讲吼，伊自来教学堂了后，求道了后，啊来入班参班了后，伊每一工就欢欢喜喜、快快乐乐。哦，伊讲安尼敢是叫做一个世界？是，咱各位姐妹敢是？是，哦，咱就求道以来到即马有大家欢欢喜、快快乐乐。好的啦，难呐，好的，难，有啥物太难？有啥物太难？业未咱讲做上现实的，咱做无好听，毋过做实在，业，人理无真，哦，有影无？是，人道无明，所以咱袂快乐。为啥物？后天无病会使，对无？较实实，所以咱即种叫后天放。有影啊，无后天放的业手，大家拢毋敢业手，但是后天放。所以就是因为后天放，所以咱的心性起不了作用，起不了作用。所以第六品抢货品，今早暗时香，逐日就咧抢货，忙一年，到尾抢货一摆无够。所以较实在烧香也无歹。第七品语言品，不随应机说法，随缘度化，叫做语言。咱即摆毋是语言，咱即摆过去人前面只来咱讲，过去是道书咧找道，即过去是道咧找书，即摆是嘛书咧找道，所以这个语言做好建立，言做好建立。第八顿会，这顿强品，咱所得的叫顿悟之法门。过去一定爱讲修，那安尼顿悟较好，爱讲修较好。咱各位姐妹大家，顿悟较好，爱讲修较好。顿悟较好吼。大家嘛知影顿悟较毋过，咱会顿还袂悟。你当你相信无？咱会顿还袂悟。为什么咱会顿袂悟？因为咱一时清净，啊一时迷茫，所以咱拢会顿。顿到几点在？人若伊过去出家就比丘，是讲遁入空门，咱毋是遁入空门，咱是遁入到厝内，遁入咱厝。来到遁入空门袂歹，遁入空门袂歹安尼，咱敢知？什么叫做空门？有时间再大家查好吼。所以定性慧心到第九品护法品，为什么爱护法？要护什么法？哦。要学什么法？性高。都伫咱的身躯，真理伫咱的心，爱护持无？敢爱护持？修护因为咱是本心。要招假修真，无护持，都伫咱的心，真理伫咱的心，显露袂出去，所以咱爱护持。毋是去新闻山二号省长迄边度要甲护持啊！迄隔庙面派人袂讲会安怎？对无？护持咱家己的心性，这叫做护法品。第十叫做附属品，附属啥？附属叫做传授。因为道毋是单要互咱定的，真理毋是单要互咱了解的，因道毋是单要互咱做的，继续传承落去。所以这伫真大面护法简单，参咱参过第一品到第十品，这10品若了解，彻底了解，六祖大经已经讲了。所以讲，六祖大经有困难无？护法感觉无困难，20品就甲解决，较足济。大家会啥杂？
为啥上无啊？但是呢，嘛爱讲学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咱都无合作的智慧，对无？所以凡夫俗子，咱无加减啊学都袂使。后来即个本文材料啊，咱开始从英文开始，我直接说明了，而且无提车哦。咱最多讲太多提车，咱根本电脑不拍，所以这样。此时常文善知识，莫处法门以定慧为本。所以什么叫做定慧？我一定有咱们加参考过啊。什么叫做定慧？定慧咧讲什么物件？啊？就是心。定慧咧讲什么？咱大家咧学心呢？法不讲心灵，我毋是我咧讲白话经，我是咧讲咩咯？所以学汉人就是能够读读者爱讲咧。造性良心，定慧咧讲什么物件？诚心体用，啊？诚心体用。那伊册咧，伊头前拢有册嘛，体用两字对无？体用。体用兼解。所以呢，体用意思。体就是咧简单的事，用就是咧简单的心。所以定性慧心，所以咱过去人咧听教授在咱宣传讲，非体才会当达标。非体才会当达标。家己有影身躯有道，要去做传道。所以咱过去咧讲，佛在心中，佛在心中做，无向所以随外求。所以，佛伫家己心上，道伫家己心上，你去外口找无道。这毋是话讲的，这大经嘛拢有写。所以咧，非体达标，所以定就是讲咱的本性，慧就是咧讲咱的心。所以拄则咱做了讲，定就是讲上定，慧就是讲地慧，有影无有影？确确实实。所以来讲，以定慧为本。所以若毋知影体用关系，所以讲定慧一体不是字。心性有共款无？各位听大家，咱的心性有相像无？人为相像的举手，人为相像的举手，人为相像的举手。应该是相像，应该相像。我有影。相像。无影表示是毋是无相像？那安尼请问？什么叫做本性？什么叫做本性？本性，本性，本性，本性。体甲用，是因为道理了现象界，互咱看到无相像尔，其实并无离开啊。所以咱人的目睭会骗人，咱要相信，咱家己目睭会骗咱家己呢。较早互我听人讲，亲目睭看。亲耳较听，敢毋是事实？咱各位听者，咱用这个问题，大家来参考一下。亲目睭看，亲耳敢听，有事实无？无一定。无一定吼。啊，既然咱知影无一定，为什么本性甲本性，咱会认为无相像呢？体甲用为什么会认为无相像呢？我做一个比喻，后壁面就会讲着。先做一个比喻。看到这个是身躯，对无？请问互我怎咧讲啊？动咧用。咧运动对无？请问我这个身躯常运动，有共款无？有没有一样？显露出来的上无共，但是作用有相像无？有无？作用若要怎讲？为什么它有迄个作用？因为迄个作用显示出来的相。就是这个体所伫咧出在，请问这个相甲这个作用，若无内面迄个同一时间化合成迄个源头，会得当无？啊，那你有啥讲无相像？因二管倒二遐天，参大人有相像无？无相像，为什么因为袂得当？对啊。那既然拢人，咱咧运动为什么无相像？源头都一样，所以后壁面来讲，
伊来讲对对，那个人比如丁甲庚，可能咱银行讲袂对，但是咱会使先离开讲，安尼可能咱大家就看了解。日光丁，迄个丁庚就是亲像咱的身躯，迄个叫做卡，迄个叫做上。日光丁会光，迄个光叫做阳，迄个叫做作用。请问日光丁光甲日光丁的光，丁甲光有相像无？有共款无？有，恁即摆日光有啊，无相像啊。丁长光无相像，为什么？拄则我甲你讲，冰鱼管的身体才咱大人有相像无？无，对无？丁更甲丁的更甲光无相像，为什么？因为更甲丁是两种的物件，但是出同一源头什么物件？电若甲送的两项同时使用，电若无送的是更是更，更是更，无电你来更，因为无本性，无即个体，袂当产生作用。所以咱的身躯若无咱的灵性，咱即个身躯无作用，就是因为关系。迄个源头若臭的，即个爱用质，即个爱比手画刀，有相像无？所以咱看拢看啥？咱拢看到外口即个无相像，无看到内面迄个相像。所以咱要查遮呢。我讲安怎来听有无？听有无？我直接我讲甲即个听有无？有。互学人你着互航班都文学啊读啊，都七啊读无咧，较早我做人资啊就知影，迄三十岁读册读啊无啊。对，所以我无啥读册，但是呢，互我拄好考一项，无论咧讲对，无论咧讲像咱大家学习对一个经典，我毋捌咧用经改经，我袂晓用经改经，因为我咧读一本册咧读到袂煞法来，佮摕10本来比如就可以啊。所以互我袂好用安尼做比喻的，大家拢知。伫生活上的大家拢看过，所以伫即个肢体活动的当中，所以咱讲定非定持，毋是二项，不是二。那既然不是二，是不是一？那迄个一在讲什么物件？既然不是二在讲一，那一是什么？一是什么？一是自性活性，自性活性。现在一是说什么？一自性。咱若看两字并过的哈，咱若看，咱若看迄个两个，你若看这个，看这个吼，就两项安尼。融为一体。因为迄个体所显示出来，迄个叫做相。咱的明性比大家无看，但是显示出来，这个叫做相。日光灯若无源头，迄个光无产生出来，迄个灯更较水嘛，无路用，有影无？咱即个身躯若无作用，搁装甲外飘伫外水，就无路用，有影无？有影遐就是离婚的。源头若无入来，即个身躯搁外水打扮甲外好看，原在无路用，有影无？敢是？对啊。所以咱拢用力对，要用即个，也要用迄个，互咱家己紧。要用即个，要用迄个。咱就是拢想讲，即个袂歹，即个外口出去吼，打扮较好看的，穿较比早的出来吼，咱看较有型，人看身份较显示较会出来，较好看，较有气派。毋知影讲几十年春秋，几十年了后。目一个年就过，我还会记较早迄囡仔打是30岁尔，毋知讲进60步啊。搁偌久人飘偏。过即个要创啊，爱过迄个啦。所以伫这当中，咱会记得，定是非体，非是定用，即非之时，定在非；即定之时，非在定。若识出去，即是定非定合，两项拢爱搞。两字拢爱会，两款都一定爱甲好好做一项好啊。所以两字甲好做一字好。
我这里比如在先这样来，明心见性，有小啥无？共款无？有共款无？有。即摆甲拄啊这安尼尔，大家已经讲袂出来。毋通讲明心是明心，啊见性是见性，我来插做吗？无明心袂见性，见性一定会明心，但是重点各位咱有求道，咱有见性咯。有没有？有见无？有见有。咱有求道有见性无？有。咱即摆上哪讲啊？求道见性。一致见性，大家拢在研究道，研究遮济物件，都无见性，对无？有见无？有。一致见性。但是为什么咱讲袂出来？为什么咱讲袂出来？就是表对家己，我只讲我对家己无信心，对真理无认真。有影呢？为什么？有见性无？较大声咧。有见性，但是敢有明心？无见性。还离很远。其实咱大家拢是道行无法知来哦。哎，你嘛想讲无法度见明心啊哦，还差很远哦。但是见性无一致见性，一致中央有办法去挑战，有影无？我咱拢见性，但是无明心。为什么见性都无明心？拄则是讲明心见性吗？为什么有见性无明心？所以咱就是从了明心甲见性不亲像，咧讲体育定位甲分做两项。修道是修道，生活是生活。所以呢，后天无健全，修行歹行，有影无？有影。请问，后天生活无稳定，敢会修行？爱。咱可能拢捌听过一个故事，较早世尊的时阵，倚十尊者甲即个什么人？咱就敢若是菩提尊者两个，一个拢专门度好嘢人，啊一个专门度善良人。为什么？迄个故事咱捌听过啦吼。为什么咱会安尼？生活较困难，爱修行免。拄好即马互我要有这特才能做比喻。生活若较困难，爱修行无？生活困难，咱大家讲当爱修行咯。但是呢，咱即摆家己问家己，扪心自问，表示咱家己有明心无？对修学道、修学平凡有拍拼无？家己问啊，我毋知影，你家己知影落啦，毋免讲出来要紧，一讲出来有时会歹势，家己知落。既然生活若有困难，毋敢知影讲爱修道，若安尼，请问生活若无困难，是毋是更加爱修道？我讲了有理无？对啊，生活困难就爱修啊，生活无困难更加爱修，有影无？为着什么？重点是一项修道，为着什么爱知影啊？无人就讲，徒弟，你修道是为着啥？来，徒弟做毕业做修道为着啥？了生死。有理无？有理吼。生死重要无？生死比大事因缘是出家修行的，连过去世尊释迦牟尼佛嘛是因为为着一大事因缘，生死才去修行的。咱正道受文凭，道互咱得着。因宝师甚至甲咱高正达一甚至有一礼拜偌久要来开班，要来修学道，为什么咱无爱来？若安尼讲为着生死，好像了得唯心之论。我讲了有理啦，好像了得唯心之论，你明知影讲修学道是为着生死，要超脱生死，解脱轮回。毋过为什么叫咱要来学道，叫咱要来凭空入定，叫咱要来了缘，为什么咱无爱？为什么咱无爱？人咧甲咱安尼甲咱讲哦，为着生死去代事因缘，后生了得。疑问，对不对？所以定慧定学，什么叫做定慧定学？我无论去到对，参大家咧学大经吼，较早台湾也好，即摆大陆也好，
好好拢会先看咱大家，我因若无像咱大家做一个概念的啥，互咱了解讲，若大经有时啊讲，过去咱过去若咧讲大经咧，吼，讲书吼，大家拢做轻声细细，为什么一箍来安尼？哦，太安尼，那想安尼，好像得理不饶人。我较早拢会像咱讲看，像咱大家同参一句话，讲经说法，咱大家要学经典，要听真话，还要听假话。真。咱讲一个是大家要听真的，要听假。听真话。听真的足歹听的，但是足实在。啊，若要听假的，我嘛足无好说呢，咱要相信无？我讲话咱欢喜几年就对了，但是对咱有好处无？没有。为什么？我拢常咧讲呢？较早世尊讲吼，讲经说法，有时啊，咱来做个常客。内面过去诸佛菩萨的意思是啥？若如果表达无好势，叫做谤经呢。谤经是无量无边的罪呢，敢是安尼？啊，互咱若无将内面的意思甲讲出来，嘛是等于谤经呢，互咱担袂了。所以互咱唔简单嘛，无迄个面顶人担。所以互咱咯，甘愿互咱大家把天顶较大去个，唔通互咱来担。唔通要甲讲下，我嘛那是一点仔自私吼，对毋对？我惊担，所以爱大家爱听较真话，啊听较实在。啊，这是啥？因为呢，谤经无量无边，所以人过去讲一句，讲地甲乌都见较侪讲书。为什么他安尼讲？因为讲书讲无清楚，所以兄弟姊妹无了解。后日若去到遐，就烧定呢。为什么讲烧定？因为后壁有。第二段就有经的问题安尼。迄个经叫做辩论，土的讲叫做烧定啊。讲若无清楚，后壁去日大家讲，我也毋知啦。我去开班的时阵，讲师也无甲我讲这啦。伊常甲我讲叫我好啊，心烦多尔，又无甲我讲迄个严重性安怎样啊？后壁要烧定是你毋对啊，我毋对。讲师毋对，安那我讲师无讲。讲书讲不清楚，说不明白，所以后台兄弟姊妹无清楚，唔知影修学的严重性，安尼咧爱承担唔免。哎呀，所以足侪过去真年代嘅，咧等于吼爱接受足侪嘅病痛咧，为什么？爱承担条件讲不清楚啊，所以互他会惊。有影无？我本来老回想问题，看有影无？互我会惊。所以我咧有时咱来某某人安尼讲经典咧，你后壁讲来，你就领导。讲经说法是大家咧学习的，那因为安尼有因果条件，是毋是做完咯？是不是有讲话？所以袂使玩弄啊，所以一定要啥？所以要讲诸学道人目言先天发挥，先非发展。所以咱拄则讲，是先有天还是先有非？先成的物件。是先有性还是先有心？先有心，先有性还是先有心？先有心。哈？心。注意想好哦，咱出世的时阵，妈妈的腹肚内，妈妈落地的时阵，本性是毋着投入来。请问，你妈妈的腹肚内有作用无？有没有作用？有。有啊，所以你们讲先定，所以若做来讲，唔通先定发挥的先非不定，拢唔对，伊是啥？定非定齐，当时拢来，所以咱就了解啊吼。所以定非体用是看是两字，敢若两项事，其实是一项尔。定非定齐。一项尔，迄项咧讲啥？迄项就咧讲体用一定，所以才甲咱讲。个别作出见者，发有异常，靠说邪语，心中不邪，空有定位，定位不定。嘴讲好听话，嘴讲善言，啊心中不善。拄我亲像即摆人流行俗语一句话，啊，你讲的一样，啊做的一样啊，是毋是？啊，
啊，讲的较做的无相像，是两样。讲的甲做的无相像，就两样啊。讲的甲做的若相像，两样的一样。诸佛菩萨就是讲的甲做的一样尔，所以人甲做师父，人甲诸佛菩萨。咱众生就是因为做甲讲的两项，所以咱才咧做众生啦。简单就是安尼尔。啊，咱要做众生，也要做佛。啊，若要做佛菩萨，后尾咱讲的甲做的甲一样好呢。所以若做时上，伫大经内面讲一句话，讲啥？安阳初心，第六修。心靠。靠，啊，就是讲咱的心。所以，佛学者拄则讲道理，若讲不清楚、说不明白，就是口心口不合一。有业了无？会惊袂？就是咱咧，逐个拢知咱佛学部门啊，也毋知影，所以话，人若讲要来对宣传开班哦，对不对？也袂惊。敢是人讲一句，我想要千我毋惊千，对无？我袂讲。但是不一定呢，迄个像伫泉州哦，迄一个就700块钱呢。若拜咱咧开条做大经呢，咱所以你会知影。迄阵啊，伊伫迄个亲自哦，外国边呢，伊讲今天先请掉，大家赶快出来听叔叔在唠叨。我嘛是安尼讲呢，有唠叨无？咱有感觉唠叨无？有感觉无要紧啊，就是坦白讲无要紧啊。互相咧学的对不对？若唠叨我就来修改啊，啊若无唠叨我就继续啊，对无？但是互我年轻人讲一句，听进去叔叔的唠叨才是有智慧的人。有好无？你啥？你听进去就是老做大经啊，是老做的智慧，是互我的智慧啊，敢是安尼？啊，若听袂入去，看袂入去，互我讲一句上电视，大经遮学若学袂入去，看袂入去，讲较实际的吼，无采咱用咧坐，坐迄个叫算袂听话，1点半钟会叫算袂听呢。互我较早嘛时常坐过啊，太无。若真正心无大咧，心无真正甲放到内面，若真正无体育一致，无真正心口合一，1点半钟坐迄是叫算袂听呢。了后面讲要创啊？有影无？所以，空有智慧，定慧不定，定慧不定。空有智慧，毋单单啊讲，咱有体有用尔，有心有心尔呢，但是心性不定呢。这个定就是讲咱的心，每一个人的心性无等同的，每一个人的心性无共款的。迄是迄个咱讲较对咱每一个人来安尼，所以讲着诸合道人，各位大家训练大家，咱大家拢是合道人呢，咱拢咧修行呢。所以要讲修行，定慧，讲着修行两字。既然知讲定慧是体用，离体不用，那安尼是较虚。文字无相像尔，有共款无？请问咱各位听者，咱咧修啥？啊？修心养性，修身养性。修心，为什么爱修心？因为咱的身躯行为种种一切行诸作恶，有足济缺陷，足济欠缺，足济不全，所以无好一定爱读生活好势。所以迄个人叫做作用。修心养性。啊，咱咧行啥？啊？我们在学什么？行道，行道。是在行道。行道。啊，行道拄则讲话道伫倒。主心。拄则我说大家讲道在哪里？
自身道在我们的身。的主行。安尼咱看我啦，我现在不咱看我啦，哦，来。所以，人咧甲讲，拄则我像咱参考，定心为心，就咧讲定慧定学。所以修行学道，干那咧了解咱家己的心呢，用心做主。要了解家己心，用心做主。用咱的本性做主。所以导出家讲一句话：道毋免心，只要会晓用真主人做主了，有影无？咱这就是为什么咱要修，因为咱袂晓用真主人做主啊，所以咱才会爱修啊。咱若会晓用真主人做主，就免修啊。迄老师讲毋是好讲。但是甲常常老影变，若会晓用真主人，每一项所有一切行诸作恶，所有一切行事，伊咧心所做出来行为一切，若有符合真理天道，请问，咱咧修啥？我们所有种种一切的行住坐卧，一切的一言一言、一举一动，做出拢有合真理天道，咱敢有去修？还要不要修？就是因为有迄款方式，咱袂当完全，所以咱有才会爱修。啊，遐若当做完全，咱就免修啊。啊，所以差在倒？差在我们的心性。咱的心不转，咱的心不转。好，我是安尼咧看有无？敢有体会着？咱的心不转，咱的心不足，有了解无？若有了解，我就要讲无了解，会使互我讲无紧。咱逐个咧学的嘛吼。咱的心不足，咱的心不转。为什么？因为咱的作用做无完了，做无完满。就拄则讲一言一行、一笔一动，无符合真理天道，所以叫做啥？叫做心不转。为什么心不转？因为咱有私心。为什么有私心？因为有我的存在。安尼心有转无？心敢有转？所以心无转，才在修。性不足，为什么性不足？因为咱的觉性无圆满。咱的觉性无圆满，咱的德行无足，所以咱就爱轮回生死，六道轮回，是不是安尼？是不是这样？是。啊，所以伫这当中，咱就当去讲修行。是一回事啊，两回事。咱讲的这个大家，修行拄则讲嘛，慧心定性哦，心不断，心不足哦，所以才爱修哦。啊，请问修行，咱拢会晓讲为着跳脱生死解脱轮回，所以咱有修有行无？有需要修，需要行无？我咧讲，啊，在学堂就咧修。咱若在咧学堂，就敢毋是咧修？我从咱大家做一个上介简单，我个人的感受，修学道上好的场所是对咱敢知？咱大家做参考，修学道上介好的场所是对咱敢知影？家己，是，我感恩。咱做因资料讲啊，咱讲伊有听着无？修学堂最好的家庭是对咱敢知？毋知哦，我若知影讲一个好啊。自闭的啦，袂当互动一个啦，就啥我若有啊，伊讲有有力，对啊。互动一个啦，还袂凊彩，对吧？是。修学道最好的场所是对。家庭。人为娱乐性等于食钱，喏，人为天伦等于食钱。
啊，拢无啊，无伫对啊，家庭啊，无伫天文堂，啊，无伫药性堂，无咱伫班内伫天文堂，啊，伫班走去药性堂，啊，无咱讲个，无咱伫做这两个是咧斗什么意思？啊？唔对啊！执行修学道上好条数伫对咱知影，知吼？家庭，执行是道场。伫遐若修会成，去到底拢修会成。伫遐若修袂成，去到底都修袂成。真正呢，因为厝内吼上啰嗦，上烦恼上济，种种一切拢伫遐发生。无法度人出来修学道，嘛是为着囡仔，为着家庭，为着生活。请问为着家庭，为着生活，毋是厝吗？所以迄个上歹修。迄个上歹修。若咱离活堂，也是去到离合性堂较修。为虾米？大家拢中彬彬有礼，大家拢花头语语，对无？大家拢做慈悲。但是等你厝里有影无？回到家里有没有慈悲？回到家里有没有恭恭敬敬？回到家里有没有手机里的等安尼？所以老师教讲一句话，伊讲啥？伊讲吼，毋通来教会堂先认道，啊，若等你到厝里去白道。我们差别就只有这样，差安尼尔。来会堂认真道，欢欢喜喜、恭恭敬敬、彬彬有礼。啊，若等你到厝，去食我来用，我来穿我来，你会使无听我的吗？若有学真理天道，会使听咧；啊，若无学真理天道，会使听无？会使无？无听了袂使，无听了你推你点你，唔听了，唔听你上台。咱正修学道上简单咧上好诶，迄较早若咧修学道，迄土地去到师傅遐咧修学道，师傅讲一句若应两句吼，唔听话咯，互推咧，互赶出去咧。迄是咱拄则做这个，我若赶出去，我再来找伊，互赶出去我无爱。我拄则就讲，互赶出去我无爱。共款意思，修学道若两个老师家己缀到后壁咧赶咧念咧，修有兴无？修有兴无？若后壁一支缀仔咧赶咧念咧，修无兴啊？啊，无咱想看有影无咯？抽一个，抱一个，甲走一个，行两个。迄是物物件？动物啊！请问大家是动物？你通讲毋是呢？人是个鬼人。人是最高级的动物呢。人比其他动物是拄计可呢，会晓想呢。所以咱人也是动物呢。你人想讲，无爱讲我人啊，你太叔叔，我大佬拢平常叫我叔叔啦，叔叔你太讲我动物啦。啊，无请问，无咱人是动物吗？人是最高级的动物，人嘛是动物呢。请问咱有咧修无？有咧修无？有咧修。啊，有咧行，有咧实践无？有无？有。若有咧修，就有咧实践。啊，若无咧实践，嘛无一定是咧修的。听有无？咱人嘛是动物。请问，牛食菜，牛是食素还是食草？牛。牛食素的嘛吼。牛食草就是素食的嘛。牛敢有咧修？有咧修无？有啊。伊嘛讲无呢。牛若无咧修，袂任劳任怨，甲咱拖车，甲咱拖犁。任劳任怨啊！请问咱是有像牛安尼任劳任怨无？加好个，敢若有诶，念伊嘛修分。对无？请问马有咧修无？马嘛食菜，有咧修无？有啊。马较早过去咧牙车咧拖车呢，咧战争咧红起来呢，任劳任怨呢。马到牛若毋听咱人诶话，参咱反抗，咱人有法哩无？咱无法哩呢。但是当伊咧收缩足乖呢，咱修行都有乖无？无。第二啥？
上到爸嘛好汉尔。这个真就无我这个爸，我都唔听话，但是唔通袂啥收吼。真理为道。好下15岁，伫咧较早原创入社会班，老师讲迄8字，互我拢记得到真，绝对拢袂甲放落去。40多年啊，人以为真，人成为我。人以为真，人成为我。这一项，唔通看人修行，唔通看人修行，我无要看啥。对啊，唔通看人修行咧，大家有听过啊，对无？唔通看人修行，咱请问无咱要看啥？不要看人修行，但是我们要看什么？若无看人修行，咱要修？袂晓修，敢袂晓修？会不会？大家做准备，大家做互较运动，可能互较伊就上大声，所以大家惊着。啊？迄拢就是生活化诶，有请有请哦。我也无讲经典啊，我也无将迄字拢搬出来讲啊。因为我唔捌这字，我也唔捌啊。因为一句话，六祖我常听六祖讲，我拢记六祖一句话尔呢。伫基个品内面一句话尔呢，出好名理会观。文字，所以六讲嘅这文咱再参考一下啦，对吧？既然出好名理会观文，啊无关系就啥呢？知火庙里会观文字嘛，那不能关系在哪里？大家讲一下。关键就啥？知火庙里会观文字，啊无关系就啥物？咱大家做准备，大家拢来参华舞蹈。既然咱无来参华舞蹈，我话唱独角戏吼。若无准备准了，后日我唔敢来。因为啥？因为咱无咧参华舞蹈，后日唔敢来时阵，我后日就准了讲。你若唔三遍，我若无去，你就直接讲我听就好啦。哦，安尼哦。来，知火庙里会观文字，啊无关键就啥？第二，是质量的。心性的物件，咱拢过去听这当初甲你讲到这啊，言语多端，心平处变，捌听过嘛？讲愈济啊，味道愈远。啊讲道，啊毋是讲道理太，讲愈济啊，味道愈远。啊，人咱是拢听啥？有嫌疑无？会互我做一嫌疑，安尼来。我才能参考一下。修学道，若拢无用法，若无反向思考，无去好好的去体会，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去了解。真正的。这第一是，甜的爱无味，爱苦的。大家嘛知影无味，对无？为什么茶会无味？迄若是水烤出来有味呢？啊，为什么会无味？经过啥？净化嘛，是不是？修学到伫咧净化咱的心，有影无？互较讲安尼会伤凊话啊！互较拢讲到伫生活化，佫会凊哦。对啊。互较吼，这看无啥有，别间饭店我也看无啥有，迄生活我较捌。对啊，啊所以修学在咧净化咱的心，所以并非不定，每一个人的心性无相像，每一个人的心性若有相像，什么心性相像？打底下的迄个相像。
甲性相像，但是咱的气质性无共。伫遮咧讲的心性无共，是因为咱落到后天的气质性无共。所以有法叫做秉性，每一个人的秉性无共，气质性无共，习性无共，但是咱的个性一样啊。是因为咱的个性去互咱的气质性，去互咱的习性，甲咱红抗调的、埋不掉的，无法度通显现出来，所以咱的个性才显露袂出来。所以修学道才会艰苦心，才会才歹心。为什么？因为气质无共，所以老早人讲并非不等，每一个无相像，但是应该交代的项，毋通空有并非。什么叫做空有并非？是不是大家拢有？啊，毋通气质不知其有，无产，无产，对毋对？咱有信心无？咱昨天我讲三个人无见着，我甲伊讲，有信心无？既然有信心，毋茫空啊过的，空度一生。道互咱得到真理伫咱的身躯，道伫咱的身躯。如果安尼空空啊过一世人，像啊甲放互煞。各位青年大家，像咱像我一句足无介意听，但是足实在。若安尼若甲放互空空啊过，咱来过来。所有是大家顶咧讲的教授拢袂甲咱讲，咱来过来，拢会当倒去老母娘遐。会当当的无？会，要当的偌久？毋知。对啊，会当当的无？会，无讲无对，就亲像我做一个比喻，互咱若无讲无对，就亲像咱在座，迄个椅仔就是咱的联合各位，互咱无联合各位伫遮行偌踅，我行会久袂？看恁逐个联合各位坐到遐大个，我伫遮也无讲无对，我伫遮踱踱踱，无讲无对。毋免着你甲我赶，我甲你歹势就走，爱来免？爱来免？都互咱得到真理伫咱的身躯，道伫咱的身躯，毋想、毋行、毋做，所以咱讲修行。对不起家己，对不起家己哦，无对各位身份啊。为什么身份着安尼苦口婆心，一直在伫上面把咱显化？老师坐来安尼讲安尼，目东人讲目东目里，安尼哭甲遐大声，毋捌咧哭啥吼？咧哭咧这道义袂晓咧修，请问咱若无修，后尾咱来轮回，先做敢是身份？请问，敢是？啊，咱若有修有行，后尾等来西方条世界，因后有别个联合各位才大个咧坐，先做敢是身份？伊有变无？伊无变呢？但是为什么伊着爱苦口婆心？就像咱咧前面遮西上，为什么爱苦口婆心？毋爱一定这路就要较公平。若讲叫咱来入班，叫咱来修学道，讲安尼真正就较公平。讲真较实个真正地位无共。因为着安尼来哦，迄叫做一个工作上呢，迄叫做俗上呢，迄无讲无定呢。若一边安尼来是无讲无定呢，因为啥伊无出现啊，伊无无为啊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道人不见，欲作如是观。世尊讲的是我讲的。若因为讲着为着要趁高德，到要请咱来，到要互咱入拜，到要参咱修学道，安那因是为着工作上来嘛？啊，若安尼，伊敢是后尾会当当，要成就无？嗱，所以修行，互我拄则讲，人人家底下边就边咧爱。你是啥？哈？迄是你啦。请问你的边仔有啥？这个是啥物？黄哦。咱的人有啥物人？敢知？
修行，啊，修行。咱老人讲观自在菩萨，你在就是自信哦。啊，这个，咱20岁要选里长嘛。所有的以前总统选到里长，对一个带咱参咱大上京。参咱大上京的是啥人？里选你。所以啊，古代说你若看下，本性参咱大上京，二着始终拢无离开。咱偏偏咱若要找你，要论你，就爱走走远；要找就爱走走远。伫身边袂晓要找，伫咱个厝内袂晓要找，毋通要走去对找。今仔拄好参咧选举时阵，你长拢走到咱个厝里面来拜托，20岁就等候我，对无？你长走来厝里来拜托，敢有你去拜托你长讲我要等候你？有无？无啦，或是你长来拜托咱等候伊啦，毋是咱去甲你长讲，你太无来拜托我，那伊来拜托你，无一定你会等候伊。咱个本性敢有甲咱拜托？有无？本性话你拜托讲，迄个高贵哥啊，你着等候我，后壁人我等来遐，毋通去来呢。暗时啊，甲你参考无？有甲你拜托无？无吼，你无注意听尔啦，有啊。逐样着甲你拜托，样若倒去，咱知影爬起来，有拜托无？啊，无伊俩离开就惨啊，对无？晚上躺下去以后，甲你讲。高贵哥啊，明仔载搁爬起来啊！来迄个鸡人，咱鸡人哪山行行袂歹。知啊，咱毋知，对无？行鸡人哪山，什么山拢无要紧，爱行朝文，爱行正。为虾米？一定人若去山里行朝文，一定啥？但是我讲的是迄个鸡人哪山行，是迄个有上的啊。对一个上好咱知，所以人讲某某人就上大家讲叔叔，你拢去爬对一条山，我拢爬出去迄条枕头山。你拢飞去咧新莲湖啊，我棉被当咧新莲台无？伫厝里棉被当枕头山新莲台无？棉被当枕头山心内好势，行内好势。先先会。所以若困会去，食盐都困会去，毋安尼倒下啊一切到天光，上袂好，有影无？迄话真要困袂去呢。大家咱两个叔叔，你刚暗时敢困会去？我看你那上做好困啊，体也困，精也困，肚，我无啦，我讲到我是闭目养神的，对吧？为啥？因为我的本性伫我的身躯，我的心嘛伫我的身躯，所以我无离开。咱就是因为心上复杂，想济，所以心袂定定，所以才规暝都清困袂去。有合无？有合无啦？安尼有合无？当然安尼咱就做袂到啊！要讲要修学都有困难，有偌顺序，透可能。那当你家己自信就三袂着，袂定着啦，规暝都清。要讲规暝困会去，会困到做好势头，有可能的代志。所以即摆囡仔是囡仔，大家学习心灵哦，等下绝对较好困啊。毋通咧某人讲吼，就爱心烧冰啊，心疗冰啊，是爱固定冰，安尼就好困啊。啊，袂带倒来去放鸟。所以人咧问我，讲叔叔，你怎好困？讲有一切到天光。啊，真正的我到近60几号，我毋敢讲啥物叫做困袂去啊。有啊，当一项啊，迄日啊，朱哥去伫我遐做人者去伫遐啉茶啉几暝，较歹困尔。有遐较歹困，困较无落眠，但是较歹困啊。啊，若无，白天就较天光，所以修学到。
咱后壁大个，箭头，这个，2个个，所以就慢慢电脑没有呢，所以我唔爱用电脑，电脑没有，所以我唔爱用电脑。来呢，咱这个都讲，跟大家讲一个啦，啊，搁一大部分的人来，跟来讲一个啦，吼，来。熱心靠祖先，累月祭祖，並非之職定，自我修行，不在乎精，欲精先學，即當未不斷性，欲精我法，不離事實，善知識，定非有如何定，有如定根，有定即根，無定即行。定是根之體，根是定之用，名雖有異，氣本同一，此定為法，亦有如是。互我拄则讲啊吼，后壁即个比如是公斤啊根，毕竟是你头先讲啊，所以即个等阵有时间再来讲。我来，若身靠祖先对我一如并非。即定自我修行，不在于精，拄则讲啊，这是精。精就是啥？精就是辩论。若要以正嘛，人辩咱正一般土的讲叫做修正。因为啥？为什么派辩论？为什么派修正？因为各人的看法见解不同，认知不同，所以各人的看法，各人的认知，所以无相像。就亲像我都是什么物件？咱各位坐下来，都是啥？有心，用心。人要讲文字，讲叫做都在体外地固定把现在讲是相像的，但是人要讲什么物件，你讲袂出来。唔记得我讲袂出来，你讲看卖啊？因为啊，你讲了后壁做伙啊，啊到底是圆的、扁的，尖的，还是宽的、矮？唔知啊，看无啊，所以。今天的辩论，所以我拄则讲过，身靠祖先累我一如，并非决定自我修行，不在于精。既然要自我，要家己体会、家己领会、家己要真正去行持，拄则讲了，各人的看法见解不同，所以呢，早头好咱大家参考啊，道理无对甲毋对。道理无先甲恶，拢对，啊嘛拢毋对，因为讲这是道理呢，所以毋是用辩。但是呢，啊有要以什么做依，要以什么做标准，要以什么做依据，这就重点啊。啊，既然大家看法无相像，讲啊伊讲这，啊我讲两，啊伊讲三，啊到底是对一，这来两来三对一人对？咱各位听来听，到底对一人对？咱昨天讲，我是讲三办，问三办，我来讲啊，拢毋对，啊嘛拢对，但是拢毋对较标准。下做啊，无咱个做些比喻啊，迄厝面为什么会争论的？会发生口角？是毋是大家拢认为对？是。拢认为家己对，毋才会口角。迄尤其是上面代表吼，迄婆媳之间足侪问题呢。哦，迄种个像咱做个讲，互较起点来做调解委员会主任呢。来讲头了解呢，为啥婆媳之间足侪问题啊？连伊啊婆来，连伊啊新妇来啊。哦，我新妇讲大家讲，大家讲新妇讲怎？我讲你若要讲两个拢带呢，事实到可能人两个带来啦，你若两个带你两来，为啥呢？讲所讲有理，婆所婆有理，新妇袂讲伊毋对啊，伊嘛讲大家毋对，大家嘛袂讲伊毋对，嘛讲新妇毋对，有影无？所以就是两个认为拢对，才会出问题。若一个对，一个毋对，就无问题啊。迄个毋对也对的，就欠嘛。啊，若两个拢认为毋对，嘛袂有问题。要和平相处啊。啊，所以是不是两个拢认为对，才有大家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咱生活都会争论会看法无相像，是因为咱拢认为家己生活拢对啊。对不对？所以若做这安尼讲咧，自我修行，无你就对甲毋对的。
家己若是袂对，就来行；家己若是袂对，就唔通做，有效无？但是迄个家己较重点，迄个自己才重点呢。迄到底是上对还是上对？迄个自己才重点，就是我讲安尼听有无？迄个自己才重点听有无？咱的心若思偏自私，是真爱啥？如果咱的思想若是公心，请问是真爱啥？用咱会当做评论尔，无用啥做评论？看好无小事啊，计较无啥，所以要用啥物做？要用啥物做评论？要用啥物做标准？用啥？用真理。真理一条尔，所以绝对的。真理百条，有影无？爱人好就讲人好，爱人歹就讲人歹，迄就是咱的心，就是咱的灵魂。所以不在精，欲精先好，则当美人。所以若咧讲丁甲灰是先有丁，还先有灰，还先有灰，还先有丁，就亲像买卖人啊，买人嘛，买人就是买卖啊。讲较紧的。我伫遮大家参咱大家参，咱会来遮着讨论的，就是因为过去是买卖，伊才会来轮回，有影无？有效无？过去是买卖，伊才即世来轮回。过去是若修到完整，就毋免来啊，对无？啊，为什么会买卖？因为这两字。我的存在，我所看、我所想的、我所听、我所做的，拢是因为我。所以修行拄则讲净化咱的心，就是咧净化这些。啊，摕起咱迄个后尾车头迄个自来水厂那个干好。为什么？啊，你看，迄个氮气遐敢有效？有啊，因为迄自来水厂内面拢啥？自来水厂内面拢啥？是毋是拢水？啊，什么叫做水？咱拢会晓讲，功德是什么？功德就亲像水，对无？所以咱若积着功德，会变纯的。啊，若无积着功德，就袂变纯的。所以水可以载舟，也可以覆舟，你看。所以有我法，就是因为有我的存在，有我这个存在，所以才无离开了世上。世上咱知影啦吼，人上我上受者叫亲上。所以金刚经甲讲一句话，讲无爱用金刚经嘛，讲无爱用金解经嘛，爱讲一句来引证啦，无要解啦哈。菩萨就有人上我上受者叫亲上，即归菩萨。我拄仔答出去尔，早起来等下。啊，人咧请问，咱要做诸佛菩萨，迄个我爱去不掉咩？敢爱？所以咱道场较早拢留一句，较早我少年时咱拢留一句话：咱，毋是我，拢讲咱啊，无咧讲我啊。到底是咱偌久啊？咱就是大家。你蛮麻烦的，大家爸爸做一球，嘛透袂开。修达道，自我修偏。我来一课就能听得，一课听很心得。后日我日日当上我去的，免想，无遐好看。有影呢？家己毋修毋行，家己毋修毋行，要运目屎啊！有影经上古讲家己毋修毋行，要运目屎。靠山会倒，靠人会倒，所以还是要靠自己最好。我讲的，过去台湾嘛咧流行，所以先地先定非有如定，有如定甲定，你第一比如是讲定啊。佮讲一摆无紧，佮讲一摆就好会使啦吼。佮听一摆比较较深。所以，先地先定非有如定，有如定甲定，你第一比如是讲定啊。 所以，先地先定非有如定，有如定甲定，你第一比如是讲定啊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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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，先地先定非有如定，有如定甲定，你第一比如是讲定啊。
公顶的光，甲迄个光，看是敢若光就日光顶出来，对无？我拄则讲的，迄个日光顶若无迄个电源来插咧，电若无甲上咧，迄个电管搁偌水都无路用，对毋对？就像咱的身躯相像，咱的身躯若无迄个源头伫内面，若无灵性伫内面，即个身躯搁打扮到偌好势，身份偌好，地位偌悬，还是要去有影落去发脾气，有影无？会讲着生死，毋知大家会惊袂吗？会惊袂？讲着生死会惊袂？若惊差不多者，我紧互我尽量毋通讲。因为这生死互我再讲，因为啥物？因为咱人吼，拢牺牲厌死。讲较土的，讲着做贪生怕死啦。怕死敢就免，惊死敢就免死。爱要生敢就袂使生，对无？其实咱拢要了解，为啥？生就是死的开端，出世来啊。咱人的生命搁像照迄个时钟无共的，时钟是即行到12年，咱人的生命是从12行到转来到今年。活一个月减一个月，活一年减一年，活10年减10年，你要相信无？若100岁岁寿，请问咱今年60岁啊，请问剩几年？所以咱人的生命是着时钟咧行的呢，逆时钟反方向咧走的呢。我真正捌比喻呢，100年3万6千日的，3万外日足长的，讲长无长，讲短无短，人相信无你长的老爸孙咧出世，我即摆教你一个方法，你长的老爸孙咧出世，今仔日出世，那今仔日要出世，你甲准备3万6千箍的银角啊，1箍落，3万6千个足济啊，就当一堆啊啦。过一日，你甲摕一个放伊边仔；过一日，甲摕一个放伊边仔。我甲你讲，摕还袂了的，迄个囡仔6箍，有影无？若摕甲比迄个一半就惊，咱就是拢毋知影惊，为什么毋知影惊？教遐久好，会去找着我，对毋对？要找着啥毋知呢？啊无咱逐个请问一下，咱要来有参老母娘。拍起来讲，老母娘啊，我要来偌久？若有举手？无啊！若有参老母娘拍起来讲要来100年的举手，80年的举手，无啦，因为毋知偌久啊，有可怕无？所以人讲一句讲真嘛真惊，毋捌毋惊，咱拢毋知讲咱这活到底偌久，拢想讲我搁足长嘞。我等60年，对啊，我等60年，你足长呢？我告诉你，很多小孩子来不及长大，做侪囡仔来不未大汉呢。咱老菩萨可能较难听，咱少年的爱听，对无？咱嘛想要咱少年的，咱嘛想要咱少年的，咱拄则讲的，日光顶的冰管若偌水、偌漂亮、偌好看，若迄个无入去吼，应该是废本的。但是伊的作用是对，毋相信正常点咱徛在正常的阿无无，伊的作用就是要咱光明。所以本性伫咱的身躯，这支冰管爱会晓用，爱会晓透光。咱这个身躯就像迄个冰管，迄个灵性伫内面，源头伫内面，咱一定爱会晓甲扩放出来呢。你毋通甲它藏的呢，咱这个是藏的，毋则是在轮回，就是要甲扩放出来。就像迄冰管电压差的作用造出来，迄个扩放出来，咱才是在光明，毋则你看我看你才看我。所以咱的本性要像安尼，像迄个冰管安尼，所以呢。光明啊显现，修学到咱的本性心性来要变，光明啊显现，毋免惊烦恼，咱大家就生活，是毋是安尼？是。2段时间到，9点半转就分，
互发一个歹习惯，就是拢袂晓得时间，足准时的。所以呢，伫这个过程当中，咱大家来用心共学。大经是咱合作的革新伊的智慧，但是呢，因为咱大家你我拢相识，拢是凡夫俗子，对于了性的身份的形象，实来讲，咱有法度去讲解着做团结，只是将咱个人所感受的心得，简化在咱修学道的生活过程，甲显示出来。因为呢，若用文字讲的，是来讲咱大家拢比互我较捌字，所以唔免讲较济。但是互我拢落入即种的生活过程当中，比如互咱听大家听较有，若听无要紧，互我会使再电话讲一单要紧。但是时间，即个一项的是因为有迄个语言无我唔知啦所以呢，希望咱各位一定大家修学道，不管咱的缘分正面暗爱正后尾咱都有机会拢无要紧。重点是看道，互咱得着道伫咱的身躯，真理伫咱的心，将咱的身躯甲行出去，叫做明道；将咱的心甲摕互出来，叫做实践真理。所以修是咧修真理，行就是咧行天道。若唔修唔行，互我大家讲愈较现实的，参咱食菜，无啥关系。牛嘛咧食菜，马嘛咧食菜，牛嘛咧修，马嘛咧修，咱讲食菜咧修。既然都咱得着，行要修，菜要食，甲行到，甲行到着地，好唔好？无着地伫对咱知，无着地伫对咱知。我见人即种我若讲你，讲我就是上啊，对无？无着地就是咱伫遐来的所在。安尼就袂足上啊！所以你甲我若做大经大面，绝对伊无讲，伊无讲西方这个世界。到底迄地主人问讲事关你要对，伊讲我要去对，我先知，我要去我来的所在。恁就是因为唔知影我要去对，所以恁才会哭，伊第10篇、20篇就讲啊。恁就是因为唔知影我要去对，所以恁才会替我哭伤心，所以恁若替我穿好的人，就是我的地主。若做知影要对啊，请问你敢知影咱后壁要对？知无？知。剩的咱拢唔知就惨啊！修爸爸修学道，人知影咱唔知，看恁差人偌济，对唔对？爱拍拼命。哎呀，所以较骨力的啦。为着家己后壁要转来遐，无行嘛爱猛行啦，行济行少行紧行慢拢无要紧，只要有要行就拢会到。咱用时间到，平人呢，咱大家讲啊，谈谈做，咱若是甲咱讲洗面啊去抹地影呢，咱家己小可想者，因为呢，真理就学，互学。过去以来拢无咧讲好听话啦，嘛拢无咧讲笑话啦，就是渐渐俗，所以哪是安尼，人做袂欢喜的，是啥物做袂欢喜？我家己咧袂欢喜，就恁无欢喜咯。因为咱也袂晓对着说咱说你讲我较啥，较轻声细碎都讲无哩，对无？袂讲啥，要讲我笑欢喜的，嘛毋好咧，对无？所以呢，这当中讲。借着即种的过程，希望咱大家会当你我同修共学，后日呢共修得到。感谢各位。感谢黄伟任慈悲前大玉公，分道玉公。地方向无极老母行3鞠躬以前到一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感谢真典传师1鞠躬，感谢黄宇任慈悲1鞠躬，分道玉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感谢真典传师慈悲1鞠躬，感谢黄鼎任慈悲1鞠躬，持驾向无极老母行3鞠躬以前到一鞠躬。再鞠躬
三鞠躬，持架前人一鞠躬，持架后前人一鞠躬，送架真点文书一鞠躬，春到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持架前人一鞠躬，持架后前人一鞠躬，送架真点文书一鞠躬。好。